心理疾病在於內心嘅失衡，各種心理問題嘅根源常在於內心嘅失衡。如今，許多西方心理學家經過長期嘅觀察，已經對呢啲心理問題有咗較為系統嘅認識，並根據唔同嘅症狀予以分類命名。喺西方，人們如果感到心理不適，往往能坦然求助專業醫生，心理醫生嘅工作亦都因此相當繁重。然而喺我哋呢度，好多人尚未形成咁樣嘅習慣，仍然將心理問題與精神失常混為一談，仲係覺得難以啟齒，甚至羞於面對。強迫症就係其中一種典型嘅表現，佢可能體現為行為或觀念上嘅反覆與執着。有人總係覺得窗戶冇關好，深夜反覆起身查看；有人認定手上有洗唔乾淨嘅細菌，不停洗手直至皮膚破損；亦都有人無法忍受物品擺放稍有偏差，必須整理到完全符合自己心中整齊嘅標準先至肯罷休。呢啲行為看似由外物引發，實質源於內心對秩序與完美嘅過度渴求。患者往往深陷於必須完美嘅自我要求中，一旦現實不符預期，便焦慮難安。呢個本質上係一種被自我觀念束縛嘅狀態，難以接納現實，亦都難以聽取他人嘅勸解。被害妄想係另一種常見嘅困擾，患者總係感到自己會俾人陷害，聽到旁人嘅交談就覺得喺度議論緊自己，睇到別人無意嘅一個眼神，亦都會解讀為帶有敵意。實際上，外界往往並冇相應嘅意圖，一切都源於內心嘅猜疑與不安。呢種情況恰如古語所提醒嘅，不宜太驕弱，若驕反增苦。我哋嘅心若過於脆弱，只會為自己徒增煩惱。選擇困難同樣困擾住好多人，面臨抉擇嘅時候猶豫不決，總係令人內心備受煎熬。藏地有句俗語講得好好，做選擇嘅人好快樂，但選不出來就很痛苦。有人為咗第二日着咩衫徹夜難眠，喺千百件嘅衫之中反覆搭配，仍然唔滿意。有人甚至喺交友、飲食等日常小事上面，亦都反覆糾結，難以決斷。咁樣本不該成為一種痛苦，但係對某啲人嚟講，卻漸漸固化為一種心理負擔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即便自認為心理健全，每個人亦都可能喺特定嘅情景之下出現類似嘅傾向。當下不少媒體宣揚嘅價值觀，亦都喺無形之中加劇咗呢種內心嘅脆弱。比如不斷強調必須追求完美先至能夠快樂，只有執着才能獲得所求。然而呢種導向往往係顛倒嘅，並唔能夠帶嚟真正嘅安寧與幸福。此外，以愛為名嘅控制，亦都成為咗一種隱性嘅心理負擔。例如，母親過度關心已經成年嘅子女，事無巨細都要過問，自認為呢個就係愛，實質已演變為一種控制。孩子早已不是幼童，但係總係被當作無法自理嘅對象。呢一種關愛反而帶嚟好多煩惱同埋壓力。類似嘅失衡關係不僅存在於親子之間，亦都常見於伴侶、朋友等關係中。而施加者總係渾然不覺，視之為理所當然嘅付出。